呢啲時候咧就會佢今日可能有啲特別嘅環節啦。OK 我咧就好想唱一首歌，而我係4月出世嘅，咁所以呢一位歌手佢就特登揀咗呢一首歌俾我同佢一齊唱。明天這麼遠，這樣令人想掛念。月色旁邊留一線，日後會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你在默時，曾用風景一世間變小說。誰這刻的視線，都只有朦朧春天，朦朧中只得你是光線。這個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示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接下去描寫初戀，又猶豫新鮮仍初戀。上次我們要在煙花東山路時。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待你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林家謙，金牛同處女好夾。微笑日子隨相依。明天應該會再續這個小故事。還可以，就是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去繼續描寫花園，來回編織成故事。上次我們遇在煙花東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讓我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但是你不捨我的小故事，留下我不捨你的笑，以後遺憾沒有戀愛一次。從前是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結手的章節。翻開了無數情節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願我記得兒童時淡忘了，老到時誰曾能放肆，是我的空等一個條件，是在青春的某日望見。多謝。俾啲掌聲林家謙。好耐冇見啦，上次好耐，唔係已經上次同台已經4年前，拉會好似係。哇！我好記得雖然我呢個講過呢個故事啦，當年已經，但係我覺得在場嘅有好多人應該都未聽過呢個故事。我未聽過。可唔可以俾我都講多次？可以，當初我記得我一入學嘅第一首歌，其實唔係你哋記得嘅1號種子，好似係林家謙老師嘅一首歌，係當初舅家舞，所以都可以話係第一次我入錄音室嘅時候就係。即係啲童年陰影啊嘛。唔係，其實都幾啊，因為當時係咁俾你出啲咬字，跟住我就覺得，原來錄音咁辛苦，就爭啲抹殺咗你嘅之後嘅星途啦，就放棄唱歌。所以真係好有緣分。跟住我都想講個故事俾大家聽嘅，就係
前一排梁家興老師唔可以叫你先可以唔好咁老叫我老咩師啊？咁我有同學得唔得？哦，林家興同學，佢開演唱會嘅時候，跟住有一個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、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好中意林家謙同學嘅，咁所以咧佢就佢係喺新加坡嘅，咁佢特登想飛翻嚟香港睇佢嘅演唱會，但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嚟唔到。跟住我嗰位朋友佢都係咯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咁樣，所以都真係好拜託我同林家謙老師唔係同我講聲話，可唔可以俾啲加油嘅鼓勵説話佢？咁所以我嗰日就即刻 WhatsApp 咗林家謙同學啦，咁我就拜託佢呢件事啦。咁跟住佢真係即刻覆我不特止，仲喺佢嘅演唱會入邊講翻呢件事，所以都真係幫助我嗰位朋友好多，所以當我朋友多謝你。我覺得有時做呢啲嘢，我覺得深刻我同你係少少呢一個方向，就係好想幫一啲朋友，但係我哋唔會好想講出聲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，即係即係你都叫我即係唔使講咁樣，即係我覺得阿姜係一個咁嘅人咯，咁所以就多謝多謝。我位朋友都佢話：你講啦，你可以講，所以叫我，所以我多謝你。翻佢唔想講 OK， 就唔好講。我要去翻大連嗰度唔知喎。佢做咩啊？好似話有一首係咪？有一首好似好傳説入邊嘅一種歌。最大聲呼聲，大家都睇住你大喎，識知你邊隻歌？係啦，即係好似傳説入邊，我哋都淨係唱過一次嘅啫。今次計一次啊？今次將會計第二次啊！計第二次啦。咁我哋送呢一首傳説入邊嘅一種歌俾大家。有一種傳説。傳說有一種美態如水一般淡雅，傳說有一種智慧能讓你我瀟灑。曾期望過的終日在變化，怕風吹雨打，雨點降下，雨灑腳下路更分岔。其實你自己有時都可以唱喎。傳説有一種願意能咁花心明白，這雙手再不冷，傳説再不需探索這個是一刻，隨住看過的今日在暖化，過去將它留吧，只需寄望，只想盼望下作分岔。我說
成日唱就唔傳説㗎啦呢首歌，佢唔係咁特登啊傳説啲㗎嘛。 keep 住佢咁神秘咁傳説。 OK， 我哋多謝多謝大家，再次俾啲掌聲林嘉軒。大家4年後再見。講笑。喂，咁點解而家我係行翻去？好似話係就咁行。你唔使陪我啦，你咁多嘢做。或者試下我陪你，你陪我？我陪你，我陪你。本身我想有啲嘢送俾你，不過我驚太勁。有啲咩送俾我？嚇？通常有啲演唱會禮儀咧，我自己會想送啲嘢俾嘉賓嘅。送啦！唔好啦，好做咩啊？唔好啦，你快啲，唔好咁樣，你唔好來，等先。呢個講呢度散，呢個冇度過點解呢個咩？冇㗎，真係諗咗好耐啦，送送啦！唔係，即係我見金牛座就好硬頸嘅，同埋你呢排啊應該好倔強啦要。咁呢條頸有事，我就諗住送唔送嗰啲按摩肩頸嗰啲按摩器但心諗都係唔好啦，好似賣廣告咁樣。咁最後有諗過，不如現場幫你練一下咯。都真係幾緊嘅。OK 啊？OK，你啦，掂㗎喎。呢下有真係一下喎。係啊，先就係傳説，再不需探索，憑直覺試一下。拜拜。Thank you。拜拜。唔落去啊！拜拜。哇！多謝呢一下。我唔知點講添喎，點樣播落去啊？講師衷心多謝林嘉英同我。又唔記得求佢寫歌添，雖然佢有岩殘，係林嘉軒同我幫我寫。好，大家讀唔讀啊？唔講啦，頭先嗰個鏡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坐翻埋位啦，咁就可以喺自己個位度企起身嘅，但係可以就係咯，費事阻住後面啲人啦，係咯。係原地企起身就得嘅，想企就企啊，唔想企嘅都唔緊要，可以坐低嘅都。大家翻埋位先，翻埋位先。OK， 送最後2首。